喺港股市場決定股價嘅從來唔係估值，而係流動性。冇資金再平都可以繼續跌，一旦資金翻嚟，再貴嘅股票都可以一路上漲。如果將美股、A 股同埋港股放埋一齊比較，你會發現三個市場嘅玩法完全唔同。美股咧睇價值兌現，呢度嘅價值唔係市盈率，而係企業有冇穩定嘅現金流、足夠深嘅護城河、全球競爭力以及長期持續盈利嘅能力。微軟、英偉達、Meta 同埋蘋果之所以長期享有高估值，並唔係因為佢平啊，而係因為佢哋可以不斷咁用業績證明自己嘅價值。A 股咧就睇趨勢，好多嘅時候資金關注嘅唔係公司而家賺幾多錢，而係產業方向、政策方向同埋時代方向。無論係 AI、半導體、新能源定係國產科技，只要趨勢仲喺度，資金首先考慮嘅係機會，而唔係估值。一旦趨勢結束，再平都未必有人接盤啊。而港股就完全唔同啦，港股真正交易嘅係流動性反轉，騰訊、阿里、美團、小米、港交所以及唔少高股息央企國企，從估值同埋資產質量嚟睇，其實都唔差。但係港股係離岸市場，佢定價嘅唔止係企業盈利，而係全球資金對於中國資產嘅風險偏好、美元流動性、人民幣匯率、外幣配置、南向資金同埋政策預期。美元流動性、人民幣匯率、外資配置、南向資金以及政策預期，呢啲因素往往比企業本身更加重要。只要資金冇回流，再好嘅資產都可能繼續打折。呢個就係港股最殘酷嘅地方。便宜咧就唔可能阻止佢繼續變得更便宜，但係呢個亦都係港股最有魅力嘅地方。因為一旦流動性反轉，跌得越深，市場情緒越悲觀，籌碼越乾淨，反彈往往越猛烈。所以港股唔係冇機會，而係機會通常唔會慢慢嚟，佢可能沉寂好耐，但一旦啟動，行情往往快到令人嚟唔切反應。因此我哋而家睇港股，真正需要關注嘅唔係佢有冇價值，而係流動性有冇回歸。例如外資是否重新配置中國資產，南向資金是否持續流入，港股整體成交額有冇明顯放大，人民幣匯率預期是否趨向穩定，互聯網、創新藥、消費等核心板塊係咪已經從短期反彈變成咗持續放量上漲？呢啲先係真正值得關注嘅信號。喺呢啲信號出嚟之前呢，就唔好急住預測，更加唔好因為覺得平就重倉抄底。港股最正確嘅策略唔係日日去猜邊個係底，而係耐心觀察，等待機會，等到流動性真正回歸再果斷出手。最後總結一句，美股睇價值兌現， A 股睇產業趨勢，港股睇流動性反轉。經歷極端下跌嘅港股，未來大概率會迎來極端嘅機會，但有機會就唔代表而家就要行動。現階段最緊要嘅唔係搶跑，而係耐心等待，等流動性翻嚟，等資金翻嚟，等成交量翻嚟，等市場真正開始轉向，再行動都唔遲。好啦，如果你對港股感興趣嘅，歡迎訂閱我。